Hello，大家好，多謝大家再一次嚟到我嘅 channel，我係 Ken Wong from One Collective Realty， 歡迎嚟到溫哥華西區，位於 West Point Grade 整個城市入邊其中一個最尊貴、最寧靜嘅小區。響周邊皆為數百萬嘅豪宅社區之中，呢兩塊地皮會為你提供打造兩棟獨立豪宅，或者規劃一座家族莊園嘅可能性。隨住溫哥華市區城市發展同埋分區嘅進度，未來更加有可能提升開發嘅密度。咁而家咧嘅松寧係 RS1， 除咗可以起帶有 Laneway 嘅獨立屋之外咧，仲可以起 Duplex 嘅。呢度嘅地理位置優越，步行可以行到 UBC 大學、Jericho 海灘以及溫哥華最優秀嘅公私立學校，生活機能同自然環境完美融合，增值潛力十足。而家一個難得嘅機會擺喺你面前，3088同3090 Discovery Street 兩個相鄰嘅地皮一齊出售，總共面積超過122尺，臨街面寬，坐落於黃金地段心臟地帶。無論你係開發商、建築商，定係響度尋找未來嘅家園，呢度都係一個不可多得投資同埋黃金機會。咁今日同大家睇完響西區 West Point Grade 咁罕有嘅黃金機會，大家又點諗啊？如果大家中意我呢條片咧，歡迎大家 CLS 同埋 share 俾朋友啦，多謝晒，拜拜。